全覆蓋嘅大理石紋電視背景牆，全廳甚光天花燈槽，咁有氛圍嘅高級設計係屬於邊個私人屋苑嘅呢？一齊嚟睇下啦！希望大家俾個 like and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開估啦，原嚟係上水居屋清濤苑啊！設計師運用甚光天花燈槽，營造無主燈嘅設計，光線柔化空間嘅邊界，令到成個視覺更加有一種延伸嘅感覺。一入門口嘅獅子櫃，我哋可以睇到設計師淡畫拼色嘅效果，唔同於櫃身主色嘅修飾調紙顏色，突出其中一個設計重點。連師傅安裝嘅時候都懷疑係咪送錯咗調紙，真係一個意外嘅驚喜。獅子櫃設有儲物燈，既可以儲物，亦都節省咗唔少嘅空間。而呢個電視後面嘅衛生特色牆，運用咗性價比更加高嘅大理石對紋板材，連紋路都好似真嘅大理石咁硬。甚光嘅電視地櫃重新定義咗空間嘅層次。藏於呢個隱形門後面嘅就係廚房啦。金灰色嘅床頭 cushion 增加現代輕滑氛圍，令到屋主喺瞓之前，無論係睇書定係休息，都會有種舒適嘅和諧感。由地面延伸至天花板嘅胡桃木式衣櫃，係一種實用與美學嘅極致平衡。垂直嘅線條設計拉高咗成個視覺嘅層次，亦增加咗大量嘅收納空間。冷調嘅灰色背板配襯大理石紋路板材嘅梳妝台，為廚房增添優雅感，令到屋主更加可以體驗到生活嘅質感。而廁所就隱藏於呢個木條子為身嘅後面。喺浴室嘅上鏡櫃設計入面，鏡面嘅延伸感令到成個浴室都有一種放大嘅視覺效果。胡桃木式地櫃同白色石英石台面嘅冷暖結合，更具設計感。而玻璃浴屏唔單止唔會令到空間變得狹窄，亦可以做到乾濕分離嘅效果。成個設計都突出設計師對客人生活細緻嘅完美表演。如果想了解多啲關於我哋裝修設計嘅資訊，就快啲聯絡我哋啦！